其他消息来关心，台中有一个警察5月初，因为服装仪容的问题，互伊顶司纠正，伊无欢喜，就来起骹动手拍长官，落尾是互记告调一处分。 在面车顶头常常分享武术的动作，台中一个有武术背景姓涂的警察，5月初一值班的时阵穿高高的警察用外套，因为警察局已经公告4月28开始就要穿底衣，以后督察组姓肖的检察官纠正了后，煞起骹动手甲人拍，分局甲记一个代告调职，而且佫送去台中地检署侦办。以徒手的方式殴打我们的督导干部，造成这个干部脸颊轻微的擦挫伤。 眼镜也有受损的状况，予以记一大过，调整服务地区。那另外涉及刑事毁损、伤害还有妨碍公务的部分，我们另外函请台中地检署侦办。第4分局表示，姓涂的警察做6冬外，常常行为失常。伊讲家己精神状况无好，有就医的记录。警察工作宽由推动协会常务理事施家成认为讲，警察界长期放目基层警察的心理状态，咨商的时更较有歹听话传出来，所以有需求的警察颠倒唔敢出声。很多人会怕去做心理咨商，然后就被认定是那种有问题的员警，长官会把那个员警从 原单位调动至备队或者是其他的职位，他会有同事啊、长官啊一些异样的眼光，那个也会造成当事人其他的压力。最近包括桃园超商拍警察的案件，警察伫压制嫌犯了后，佫摕棍仔甲拍，互人积极执法上超过。所来中华佫发生警察伫休困的时阵塞车甲人逼，互人并车受伤。专家表示，勤务过重也佫有长期疲劳，拢有可能互警察伫压力事件的判断失去准则。医师建议，警察局应该爱伫警察出勤进前进行身心状态的评估，若准状态无好，应该爱调整因的勤务，也是互伊休困，才会当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